內地五一黃金週假期昨日結束，5日嘅假期期間，共約有110萬名旅客嚟到香港，較去年同期係增加咗22%。內地旅客增長約係20%，非內地旅客嘅增長約30%。以單日計，最多內地旅客嚟香港嘅係5月2日，有26萬7千人次，按年上升係約40%。當日非內地嘅旅客亦都按年上升約4%。過去幾日，香港不同景點同埋打卡點都有大量嘅旅客到訪。從電視同埋傳媒報導可以見到熱鬧嘅畫面，旅客嘅喜悅同埋熱情。各個行業都好投入，老闆同埋員工雖然工作量大，但係不斷努力提供服務，盡量照顧旅客嘅需要同埋體驗。針對旅客新常態旅遊模式同埋喜好，收集同埋分析資料，研究開發新旅遊配套服務，更好照顧大量旅客嘅新喜好，例如生態遊、文化遊、打卡遊、地道美食遊等等。尤其掌握 KOL 同埋內地媒體推介嘅景點同埋路線嘅不斷變化。